使講，即使嚟到9月，日本仲係好熱好熱，所以1年幾集呢，我就走勻日本全國，食盡一啲可以消暑解熱嘅食物，就係雪糕啦。第一間去到嘅係位於涉谷區Tomiyagaya叫做 Minimal Bean to Bar Chocolate 嘅鋪頭。Tomiyagaya 呢個地方大家可能會有啲陌生，因為呢係相對東京一個比較閒靜嘅住宅區，附近冇乜街行，可能大家會少啲嚟。呢間 Minimal 就貼合翻呢個地區嘅特色，非常之令人舒服嘅感覺啊！不過唔好以為呢度閒靜啲嘢食呢就會有好多俾我揀，好多堂食嘅甜品 menu 呢都係限定數量㗎，唔係嚟到一定會有㗎。不過買走嘅朱古力呢就有好多款可以俾你哋慢慢試食，亦都可以慢慢揀。Minimal 嘅職員，不論係企喺前台嘅店員，抑或匿喺裏邊廚房嘅職人，全部呢都對可可豆有非常之熟悉嘅知識，配合埋數學、哲學，務求要製造出一啲又好味又新穎嘅朱古力俾客人品嚐。頭先講過，有好多甜品都係限定供應，好似我目標嘅朱古力刨冰，又或者朱古力巴菲嚟到都已經賣晒啦，所以我就淨係可以食呢一個。3款雪糕嘅Tabe Kurabe Set，裏邊包括咗3款雪糕口味。首先係 Plum 可可豆嘅果肉，一個略帶酸嘅水果口味，入口呢係非常之清爽。佢主要嘅用途係俾我哋溝落去其他口味嗰度一齊食嘅。第2款係 Bronx， 係奶香重又甜甜嘅白朱古力味，我自己就最中意啦。食落去呢，好似有啲起沙紅豆沙嘅感覺。就算單獨食呢，我都覺得已經非常之好味。最後係 Nutty， 顧名思義做到果仁朱古力效果嘅招牌口味，非常之濃郁，好適合呢配埋佢提供嘅嗰一杯咖啡，又或者可可豆一齊食㗎。可以話係一個充滿實驗性質嘅 set， 跟住佢嘅講法照整又得，自己亂咁溝又得，一定會有驚喜。再加埋我呢一杯呢限定嘅朱古力 banana smoothies， 用咗嚟自馬達加斯加一個比較 fruity 嘅可可豆，配咗香甜嘅香蕉，就更加能帶出呢個鮮甜嘅香蕉味道。加上飲嘅時候仲咬到朱古力碎添，呢一餐非常之滿足啊！之後下一站係去到 Pie Marconili， 冇錯，呢間呢雖然香港都有，位於 IFC， 不過當然我要去食嘅香港梗係冇啦。而且可以話仲係東京站先至有添。東京站嘅 Grand Star 有幾難行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。而呢度呢，其實係位於 Grand Star 嘅 B1 地下樓層八重洲地下中央口嘅附近㗎。當中有乜咁特別？除咗有我哋最熟悉佢嘅朱古力同埋馬卡龍之外，仲有一啲小餅乾啦、點心、蛋糕仔等等。日本嘅 Pie Marconili 呢，除咗 Gelato 之外，仲有軟雪糕。軟雪糕喺每一間分店都幾乎可以揾到，清一色嘅口味2款，朱古力同埋呢一個 vanilla， 當然亦都可以揀柳紋。貴為比利時皇室御用品牌，佢哋嘅朱古力同剛剛嘅 Minimal 又係另一番風味嘅唔同。Gelato 呢就通常係5至6款嘅基本口味，再配1至2款嘅季節限定口味。如果想即刻食到，只可以喺東京站又或者銀座本店嘅 cafe 先至可以做到，其他分店只可以嗌擇配啦。好彩我今日嚟到，我嘅最大目標口味係有嘅啫，因為我發現呢成日都遇唔到佢噶。冇錯，就係我最中意嘅 Framboesa 紅莓味啊！有呢個味啊，好嘢！應該係有唇膏味噶。可以嘅，可以嘅，可以嘅。馬咯，開頭以為馬朗加夏天仲唔係咩朗？不過原來馬朗即係栗子啊！乜栗子唔係秋天咩？但係又意外地好味喎。總之，我相信各位都會有經過東京站嘅時候，行到興合合，如果你又揾到嘅話，一定要過嚟試下呢個非常之好味嘅Gelato啊！跟住落嚟呢一間，有好多朋友可能見到呢個名已經想熄咗個 mon， 不過希望你哋都會繼續睇落去，我相信我一定會有同好嘅，就係呢一間杏仁豆腐 Tokyo 涉谷道原版店啊！冇食過，我諗你都可能會有印象，就係位於涉谷條斜路 Toho Cinema 呢對面間 Uniqlo 嘅門口啊，係咪即刻記翻起呢？呢間鋪仔細細賣杏仁豆腐甜品嘅鋪頭，
唔好以為佢周圍東京都有分店，其實淨係得呢一間嘅咋。店主咧本身喺神田係開咗一間麻婆豆腐專門店嘅，佢裏邊有個杏仁豆腐嘅甜品廣受好評，於是咧佢就發起咗一個念頭，不如開一間甜品店，淨係賣杏仁豆腐啦。除咗杏仁豆腐之外，仲有呢個杏仁豆腐雪糕同埋飲得嘅杏仁豆腐奶昔，就係呢一間涉谷店啦。唔單止杏仁豆腐嘅味道夠晒濃烈啊，而且佢仲有一個秘方，就係加咗白芝麻，所以咧仲會感覺到更加香添。同埋佢既然係一個咁勁嘅位，涉谷109嘅隔離拖河嘅對面喎。行街行到攰，入嚟食杯雪糕，佢喺呢個夏天救咗我好多次噶啦！各位杏仁豆腐嘅同伴們，趁住仲熱，快啲嚟試下啦！但係當熱到雪糕都解決唔到嘅時候，就唯有食冰啦。所以我哋跟住就去到麻布十番嘅呢一間果實與冰岩澤Iwasawa，名副其實就係食以水果為主題嘅卡基果哩。水果為主題嘅刨冰店有好多，呢度有乜咁特別呢？特別在啲生果全部都係國產果物就梗噶啦，再加埋仲要係好稀少嘅添啊！稀少到可能有啲地方甚至完全未聽過，絕對唔會係熟口熟面我哋見慣見熟嘅一啲名字。譬如白桃就會用上岡山縣嘅惠白、白王，又或者要梳啦。提子又會有長野縣嘅超豐，係我見都未見過嘅白色提子啊。紅提子呢又會有鳥根嘅神紅，熟悉嘅名字都有，就例如非常之矜貴嚟自宮崎嘅太陽之子，即使係次一級同樣嚟自宮崎嘅黃金芒果呢，一樣係咁好味同埋咁甜噶。而我呢，除咗熱刺糕之外，第二喜歡嘅生果櫻桃，平日成日食嘅佐藤錦又或者紅秀峰之外，呢度仲有呢一個點啊，就係嚟自山形嘅紅黃啊。佢嘅特點比之前嗰兩款係更加飽滿同埋更加大粒，而且仲甜啲添。平日好難喺超市見到噶。仲有一點好重要嘅係，佢哋絕對唔會喺刨冰上面用上煉奶，只會用嚟自蒜山 Jersey 乳牛嘅牛奶嘅咋。Jersey 牛本身嚟自英國，而蒜山呢就係全日本最多 Jersey 牛嘅地方，因為蒜山高原有最大嘅草地，可以俾佢哋食到最靚嘅草啊！佢哋揸出嚟嘅牛奶有黃金牛奶之稱，呢度唔單止用上佢哋嘅牛奶，而且仲只會用佢哋嘅奶去打造呢個忌廉嘅啫，所以每一碗刨冰都係好好味噶。係咪好吸引呢？不過記得嚟之前一定要 book 位先啊！其實可以話係攞咗張飛仔先，如果唔係佢會唔俾你入噶。最後嘅一間可以話係咁多間最新嘅一間，開咗業剛剛2年，位於六本木嘅呢間 Mayo Fat。鋪頭最多只可以有4個客人㗎咋，如果你見到裏邊已經有3個人等緊，唔該你喺鋪頭門口等一等先至再好入去啦。仲有，其實佢有天台嗰一層，唔怕熱嘅，其實上面都應該幾好 feel 嘅。主打係 gelato 同埋一啲燒果子。先講 gelato， 不論係簡單嘅牛奶味、茶味，又或者係水果味，所有材料都真係認真揀過㗎，充滿心機。當日水果呢就有千葉橙嘅 melon， 又或者嚟自沖繩縣糖分特別高嘅芒果。牛奶味都用咗岩手嘅牛奶，加咗京都嘅牛奶，係好有誠意嘅。喺一個夜晚嘅六本木，如果想食一杯雪糕，呢個絕對係一個選擇，而且佢開嘅時間仲係比較夜添，直到夜晚11點仲可以食㗎，喺東京算係相當難得啦。可能呢度係六本木嘅關係啦。食飽飽嚟呢度食杯雪糕就啱晒啦。至於燒果子方面，呢一度呢最出名係一款用米粉代替小麥粉嘅焗芝士蛋糕啊，係一個用北海道 cream cheese 做主角嘅 gluten-free 焗芝士蛋糕嚟㗎。唔食雪糕嘅都可以試下嘅。今集一連食勻晒咁多東京嘅消暑街品，下一集我哋就衝出東京去到其他地方繼續食啦，因為仲好熱啊！